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这个合欢山透早7点外是降到零下1度，拢结冰了。虽然无落雪，是落米雪，游客也是算甲真欢喜。气象署讲，这个气温也会继续来落降，全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是有机会会来落雪。 南投合欢山武岭透早7点外，气温零下1度，落雨阁有冰沙啊，边仔是累积袂少，白色的整体，尤其是厂家走出来翕相。 连个风头，游客哪翕相哪化寒，开车起来游客人家是讲话皮皮喘，车窗拍开，门孔拢结冰啊。从哪边来的？好，你高雄。脸很痛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合欢山武岭落冰沙啊，详细楼周围嘛是白茫茫，伫停车场的车辆、挡风玻璃嘛拢黏冰沙啊。民众的外套、抢碗嘛接到袂少白色的晶体。合欢山顶大蒙落雨嘛有冰沙啊，无滴到雪袂要紧，刷落来确实有机会落雪。17、18。 因为水汽比较多，降雪的分布是稍微比较广泛，海拔在有些地方也比较低哦。各地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可能会有零星降雪。气象署预测气温会继续降，全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落雪。苗栗以北嘛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天气民众就要穿好少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